他怎么了？他这是要去找别人麻烦吗？还有空担心别人？欢迎回来。是啊，我要是再不回来，可能就要赔了夫人又折兵了。啊？季妍希，你个笨蛋，再不回来出轨给你看。季妍希，看看妈妈吧，你家狗都要跟人跑啦。这软件我早800年前就玩过了。怎么了？想骂我？不是很喜欢装小狗吗？不多叫2声。我错了。错了。我看你胆倒是越来越大了。3天不打要上房揭瓦了。我道歉，你就给我自己。这不像商场啊，有这样大头贴的地方吗？7年。知道七宝犯错误的时候，我都怎么训他吗？纪家家规第1条，犯错误的时候只准点头，不准开口，明白了吗？一会儿进去的时候，该拍照拍照，问到名字回答名字，其余一律点头，知道了？进去吧。季老师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对。哪儿不对啊？刚刚里面的工作人员一直跟我说什么恭喜恭喜恭喜，你听错了。可是他们还给我什么婚姻登记单，还有什么婚检单子的。模仿气氛罢了。现在商家服务情侣还是蛮频。你没来得及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？我想你了。以后重要的话要一口气说完，比如我想你，我愿意，我爱你。还有，我们结婚了。